世界万行街，拢伫咱台湾成眼界。观众朋友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仁。那么在昨日，那么行政院成立了所谓的打诈骗的办公室，而且进行了仪式的揭牌。但是这个诈骗其实已经变做台湾的特产，规旁输出国外是唔真唔是缺。 嘛有网络借钱平台，舞甲真大空。新兴的诈骗方式，则加上宽贵的交传，偏偏可怜真正需要钱，却是借无钱的散车人。咱今日好好来讨论。首先，紹介現場的來賓，頭一位，原地大學 EMBA 的副教授。 高仁山高教授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安安。那么第二位，台湾法律科技协会理事长江雅琪江老师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么第三位，是咱资深的社会记者王兆斌。你好。那么第四位，在线顶的是台南科技大学财法所的教授罗成忠罗教授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大罗成忠。 那么南大科技这个财法所的教授罗教授呢，因为在线顶，所以呢，咱来优先吼罗教授来讲，来答话哈。首先，咱来关心就是罗教授，因为一篇文章，互大家看到了哦。那么是不是因为安尼，行政院才开始紧急来做这个动作呢？这原在就是因为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，那么在27号。 在台大毕业典礼演讲，那么导致诈骗的广告呢，马上来利用伊的这个相片甲名义，来给别人来诈骗。那么刑事局呢接到通报了后呢，联络出这个侧面册这个母公司呢 Meta 来把这块这个广告来提掉。那么行政院长呢陈建仁呢表示讲，那么对抗诈骗就亲像对抗疫情，要切断着源头，民众。 嘛爱有知觉。 And with humility, asking for help. NVIDIA 执行长黄仁勋而且才伫台大毕业典礼演讲，随即就出现借用黄仁勋名义的诈骗广告，表示设立一个会当免费加入的投资探钱群组，显示诈骗集团得到实施骗信任度。行政院长陈建仁立告出席打诈行动公领研讨会，特别公告打诈骗爱像红药共款，也爱做无风险。他礼拜六演讲，礼拜天就有这一个投资诈骗在网络上登出来。 我们昨天就马上请他下架。我们讲到防疫的时候，一定要打预防针，所以我们首先防诈也要打预防针。刑事局协报了后，紧急联系面册公司Meta，披露假名黄仁勋的伪装团甲假投资网页，也被调查对大本家救职，不过就算安尼，也是定传出民众落入诈骗陷阱。你为了这个账户被通报警示账户。 听到要汇款的对象是警示口罩，民众才警觉，差一点受骗。今日台北市港墘派出所接到银行通报，有民众要向生份的指定投顾口罩汇款，好甲在行员甲警员联手阻止诈骗。民众欲汇款给投顾公司，在警方及行员劝说之下，民众依旧深信不疑，并认为警方与行员都在演戏。 直至警方查证该账户为警示账户后，才恍然大悟，误信诈骗陷阱。诈欺案件也已经成为台湾的全民公敌，到社会、到教育、到我们的孩子，让他们认识诈骗是怎么一回事。防止诈骗，政府除了加强宣导，变成诈骗手法，行政院打诈专职办公室311也开始运作，未来会统合20个部会，集中打诈力量，杜绝诈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咱大家看这个新闻大，这诈骗啊，愈来速度愈来愈紧啊，反应啊，对着社会这情势哦，新闻啊，反应啊真紧，敢若亲像真呢。首先，我要来访问啊，咱在线顶的这个罗教授，罗教授，嘛因为你这篇文章啊，吼，那写个讲吼，这是咱台湾的体育，吼，这是咱台湾真见效的代志。 那么，你感觉这个物件在行政院，尤其在昨日吼，已经成立了这个所谓的这个1.5的这个办公室。到底我个人一个疑问，你小等下甲我解读一下吼，就是讲成立一个办公室啊，需要这个
这个办公费，还是这个经费，讲啊十几亿，到底这钱是安怎开哦？这嘛也需要在公共电视的这个资源顶头，大家来了解。罗教授，你请讲。好，其实吼，结论是这个是一个意外啦。安怎讲呢？其实今仔日届研讨会吼，伊可能准备都要1个月以上嘛，吼。啊，咱看吼，咱的陈院长上台的时阵，就足重视这件代志嘛。所以一直讲，其实从3月、4月到5月吼，伊拢做出侪代志的吼。啊，只不过吼，即摆问题是，咱政府足拍拼的，做侪代志啊。啊，但是即摆问题就是说，咱伊偌拍拼咱知，但是咱即摆用手机的时阵吼，咱每工拢看到一大堆的即落诈骗，所以基本上吼，我会使讲。每分每秒吼，拢有即款的代志。那今仔日可能是 A， 明仔载是 B， 啊后来是 C， 其实啥拢有可能。哦，所以基本上咱迄个新闻，敢若是我想要提醒政府是讲吼，你做甲足拍拼的，大家拢知，但是吼，你爱顾咱人民的感受。那起码咱人民吼，因为台湾呢，咱讲脸书 FB 吼，中毒足深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咱看咱即马坐车的时阵，唔管是咱是坐火车还是坐捷运，咱即马少年呢，咱莫讲少年呢，连中年人拢伫看手机啊嘛。啊，手机啊内底呢，可能30%、40%看 IG、看 FB 的状况之下的话，其实咱台湾人就依赖。那也因为就依赖吼，所以基本上咱一看到说，有去到诈骗广告，其实我想吼，1万个人看到吼，可能。9996个人都袂相信，吼但是即个袂相信的人看到即个广告的时阵吼，伊的心内底会想啥呢？伊会想说，咱政府伫创啥？吼，所以基本上的话，我是想请政府吼，就是说，咱搁较拍拼，就是方向嘛爱对，是安怎方向爱对吼？其实即个是等者咱江老师的专长吼，但是我讲一点仔就好，即马吼，咱全世界要处理即个问题，咱毋是去掠迄个人。咱毋是去掠迄个歹人，其实阮法律的概念内底吼，上错歹在是咱甲掠起来，即落概念吼几千年来拢有。但是咱即马伫网络顶悬的即落物件吼，咱去掠啥已经无重要，因为伊即款人敢若鬼共款，咱是要安怎去掠鬼？重点是咱来想一个问题，是安怎伊今仔日有即个广告，你会知？啊，重点都是平台嘛，所以基本上咱讲这10年来吼。这5年来啦吼，咱欧洲伫管制的时阵吼，重点是平台管制哦。咱毋是讲这个平台，咱甲伊感情就好个啊，咱建立管道呢，啊，今仔日咱的要求伊都会听。啊，其实吼，用这款巴蒂的方法去解决代志吼，迄不太文明啦。上好的代志，咱安怎讲？安怎跟这个外商讲是讲吼，来咱美国有安尼，欧洲有安尼，咱人拢用法律来去管咱的平台。啊，即届吼，其实上好的代志是大家看新闻吼，两工前嘛，咱有通过一个投资的修法，开始吼，咱终于的说，咱的平台要负连带责任。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起步吼。啊，以后我感觉这是一个从0到1啦。吼，啊，以后1到2到3的话呢，如果咱更加加快脚步的话，其实这个吼会愈做愈好，是啊，既然吼罗老师你已经点名吼江老师吼，所以我是优先和江老师来回应吼，就是他昨罗老师讲到一个真趣味的观点，就是讲法律过去吼几千年来就是想做歹代志，就掠去海棠，但是即马网络顶头吼，即个做歹代志的人敢若鬼咧，你掠鬼要掠个当时，所以啊应该注重就平台的管制。啊，这管制尤其是真侪种境外来的，到这是要立法来个管制，还是讲要用什么方式、科技的方式，还是什么？江老师，其实就是像头拄啊罗老师有讲到嘛吼，你伫网络观点哦，不管是看到什么物件，还是去买什么物件，你唔知影对面是啥，哦，你唔知影对面可能是一个人，一个外国人，哦，还是一个 AI 嘛，无一定啊。所以咱若去掠背后迄个人，迄是足歹掠的，可能伫国外、台湾的法律对伊嘛无法度，哦啊，所以为倒一项较好去管制，为这所谓的平台，因为是平台，伊其实是会使知影讲，想摕虾米物件出来，想抛虾米文章出来。想无知影讲伊向来注册。
伊嘛知影讲，这后壁注册的人伊用的电话号码啊、email 用的 email 信箱啊，伊知影物件比一般人，咱一般的使用者是加足侪。哦，所以头拄啊，罗老师是讲着讲，较早政府可能是较想着讲，要甲遮平台来合作。哦，我若有需要虾米资料的去拜托，你会使互我无？但是这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你甲伊拜托，伊有时阵有用的摕互你，有时阵小插一下，有时阵无用，是伊感觉讲，即摆都无用啊，伊就袂甲你合作嘛。咱有当时写互面册哦，微信哦，10几工、半个月、1个月才甲你回。面册这是一个伊想要趁钱的公司啊，你若是拜托伊去帮你查抓犯罪，是打击诈骗，这本来就毋是伊的代志嘛。所以我是赞成讲罗老师头拄有讲一句话，就是讲，咱可能即马现代文明的方式，应该是用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你爱甲伊要求啦，罗老师头拄嘛有讲着讲，近几年欧洲因的趋势，就是你一寡像像讲数位服务法。在法律伊的精神、伊的核心的宗旨，拢是要求在大的平台公司因爱负责任啦。你袂使讲迄拢是我的使用者写的，我嘛毋知。其实因拢有办法去知影啦。是，这我来先请教高老师吼。其实呢，咱这几年来，这个诈骗哦，我来看这个数字哦，2017年1074件，那么2022年呢？6600件，那5年啊，暴增就5倍呢。所以哦，每年会当讲哦，每4件诈欺案当中哦，有1件甲假投资有关哦。咱即摆是安怎？咱遮济后人要借钱的啦，要假投资的人遮济，当然甲科技的利用嘛有所关联哦。但是这人性哦，是人心不古，就是讲你自早以早就是安尼吗？郭老师是，因为咱安尼看吼，就是讲所有的诈骗吼，其实拢是甲人性有关啦吼。人性毋是讲即马才有啦，吼，早个以前就有啊，吼。咱其实以前你讲李总统时代、陈水扁时代吼，还是马英九时代，马英九时代搁较济嘛，吼，因为啥？开放中国嘛，开放中国就真侪迄个。不管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啊，走去中国转来诈骗咱这边的台湾人嘛，吼。这诈骗是安我讲人性重要嘛，吼，因为大部分的诈骗拢利用啥人性的贪呐，吼，咱讲小贪软家人嘛，吼。你若无要软家人，你就足小心的嘛，吼。你无贪的时阵，你就足小心的，吼。甚至讲吼，真济我认为吼，会去用诈骗，拢犯了一个错误，吼。就是讲无去查证，吼，无去查证这个讯息，这个 information 吼，这个信息的正确还是假啊？吼，真侪诈骗吼，我伫学校嘛是教这嘛吼，教迄个危机的管理，内底就教着这方面的安怎去防诈骗嘛，吼。真侪这个诈骗的这加害者啦，吼，伊拢摕一张相片，吼，讲我甲啥人翕相，吼，我甲啥甲有名的人翕相。吼，甲有人诶翕相就是要处信伊理嘛，处信哦被害者嘛，吼。被害者呢看到讲，你甲像翕相咯，敢若哦，你足牛诶，吼，得到信赖，就无去负这个查证诶这个动作，吼，所以就是钱啦，还是要投资啦，就摕互用嘛，吼，最后才发现去互怪去，这就是讲吼，其实真侪这步数吼。拢共款，不管吼你是以前用相片吼宋七力，你嘛会记得了，吼谢中庭迄时候钓一条个宋七力摕相片，就出这个代志嘛，吼。即马呢，拄啊讲面册，迄个黄仁勋这毋是第一个哦，因为我看面册，进前哇，反正有一个名人出来，吼，名人足成功的，伊就走出来，然后走，内底写的吼拢差不多。吼，我是怀疑迄共一间公司的共一批人，吼，你做这个代志，吼，所以即摆的这个网络犯罪甲迄个诈骗，其实伊已经变做一个产业啊，哦，一个产业。这个产业呢，吼，我是认为吼，因拢行喺法律进前啦，
行法律进程，因为要安怎讲呢？法律是爱吼条文明确，才有法度罚你，有法度抓你。但是呢，真侪迄个科技是唔知影。哦，譬如讲，伊即马来利用 AI 犯罪 ，AI 去模拟一个真正的人，哦，这已经伫美国已经发生啊。模拟这真正的人，哦，打电话互你，甲你骗钱，即马你是要罚啥？罚 AI 吗？罚这条程式吗？罚后面那贵啊！政府才硬去呢，就唔知要安处理啊。哦，所以即马真侪咱讲政府哦，伊即马变成讲吼亡羊补牢，无法度嘛，因为。咱讲政府内底专家嘛无法济，科技的专家嘛无法济，我们啊有法度就这个网络顶头的这吼层出不穷的这诈骗集团，一项讲个掠出来看，对不对？所以拄啊陈建仁院长你讲吼，咱爱掠源头，掠源头是正确的，没错，掠源头，但是源头你带你都唔知影啊。哦，足够长诶，敢若贵咧吼。即我来请教着焦斌吼，来今嘛目前为止吼，在帮咱看到。这个近期哦，这个诈骗哦，实在是足侪种的吼。最近较红的就是 IMB 啊吼，这网络的 P2P 的，这是借钱的平台啦吼。哦，讲借款啊，个会当来转换啊，啥物有诶无诶？你甲咱观众朋友吼去了解者，但是有诶人讲，这初开始毋是歹代志啊。哦，有真侪人借无钱的，伊要来再借啊！哦，有的人是讲我这个风险之内，我会当来经营啊。这到底是安怎做？伊这是安尼啦吼，比如我要借钱，我信用较歹，我借无钱，无钱我看这平台内有这几来方式通借钱嘛。我去的时阵伊公司哦，已经成立一找这个人头，伊资料写好啊，嘛创一个 app， 然后去拍广告，我才会用借钱的。我甲这债权。卖你的意思啦，讲那你基本就是你来遮，你就用买这债权。问题是实际上这债款是假的啦，为了解都无这物件伫的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只要来甲我买这债权，你逐个月会用摕9%至12%的这个利息，通摕。摕我看会使啊，我就先录50万、100、200，我可能头3个月、半年拢有摕转来。摕转来，我就跟你讲，你除了摕钱录以外，你佫会用。找人来参加，你介绍一个人，个用摕几趴的这个commission，我找人来参加嘛。哦，这听起来真好听。对啊，我参加了得，除了我本身以外，我拢会钱，我个趁只commission嘛。因这个人诶，就一直用个假假债权嘛，一直用。我规定个 app 有写嘛，比如讲我名王兆斌哦，借50万，个月利息55万，摕5万啊，佫过2个月变58万，大家拢有这种假啊，数理才应该写嘛。但咱有一天2个路嘛，第一白啊，第二我趁饱，我吸金嘛，可能吸足多个，几啊十亿，去了完钱使，最后咱讲啊，这个是因为这代志白啊，所以看得出来嘛。实际上诶，这物件就敢若讲，咱甲国家买债权，因这是私人买债权的意思啦。国家买较稳啊，毋过利息低啊，这私人诶无稳啊，利息悬啊，伊就是。村民讲，假讲你小贪。他做高老师嘛讲，这就是小贪。你小贪较会安尼啊？你若是无小贪，你想嘛，世间上无遮好诶代志，讲你无风险，个用高报酬诶，这个投资啦，你国家安那嘛无可能，天上没事不会掉下来馅饼嘛。可是呢，伊个人就是利用讲，你借无钱，你讲有钱，想要投资，你找无路嘛，来你摕我遮债款卖互你。因想讲我卖互你，我逐个月地厝摕，我都会通趁钱啊。所以讲，我都安尼用嘛，用安尼尾啊，伊就是用啊，这个叫大水库理论啊。我用你个人的钱，用转播的钱，我成立一个大水库，到时我摕下来这个水分离，我就给它水分离。你问题是这个钱，就是原底恁的钱嘛。你摕你的钱，就摕你挂家己的肉来，我家己食啦。食到尾啊，等下你肉叫老师发现讲，你的肉去人关了啊，大概是安尼啦。这。坦白讲吼，这真正还佫唔知影讲，因为我有观察这新闻内面吼，真侪部会吼，讲这毋是我的代，吼我有甲讲过哦，我中央银行甲警告哦，吼我金管会哦讲吼，因为这是民间借地啦吼，跟我无关系啦。你认为这应该是啥物部会来？央行其实前下都有甲伊警告过，央行伊的责任是讲，我甲你预警，讲 P2P 这物件可能会出问题。不过央行伊无执法的权利啊，
伊敢若员工个人提醒嘛，啊，这物件是经管会爱处理，啊，经管会你嘛无法度抓人嘛，啊，不过你经管会你应该提出一个制度来约束这个所谓 P2P。所以交兵你认为应该是金管会？金管会的责任嘛，你因为你管金融的，你都是爱提出一个政策措施规定嘛，啊，你了顺你才去甲检的啊、调查站、警察来研究，讲，假使讲因若是做什么代志都违法嘛。这你的意见啦？我意见是安尼啦，你别讲都唔管啊。因为当然爱管啊，伊就是讲哦，你看足侪部会拢无啥。伊就是讲你借钱，你唔是透过银行借钱啊，所以讲教无关系。你是家己私人借钱，所以讲我唔管。这我小等下来请教着江老师，江老师这法律甲科技吼，因为这两项代志拢甲伊牵涉有关。我先请教着这个线顶的刘老师。是，刘老师，那亲像这个 P2P 的这个行业吼，你认为应该爱向来管啊？我先讲一个代志吼，咱 COVID-19 这几年来，咱台湾有一个名词叫超前部署。哦，那什么代志咱拢反反复复，但是我讲，超前部署，但是吼，较歹势讲啦，伫我法律嘅世界内底，无即个代志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代志发生啊，咱即个社会才会感觉说，咱爱来处理。哦，啊严重的代志，咱想说啊，咱要来制定什么新的法律来去解决，好无？哦，好，所以这个代志出来的时阵吼，我其实咱政府吼没有办法未卜先知啦。哦，所以咱拄到的时阵吼，一开始一定是慌张，唔知要安怎讲。但是咱讲一字就好，就是咱讲有政府会晓做代志嘛，咱就先问，这是不是政府的代志？一定是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至于吼第二个阶段是咱政府内底吼，谁要负责吼，其实这就是政府伊内部家己来处理啊。哦，你今仔日因为咱如果说咱对象是院长是陈建仁院长的话，我讲基本上这是行政院的代志，应该无人会讲 no 啦吼。啊，至于内底是啥个代志，到底是经管会，还是大家佫袂记你一个部会叫做数发部哦。哦，到底这挂所有的数位平台，不管你监管坑的是房屋，我跟他 Airbnb， 还是坑的是家的，哦，可能 Uber Eats， 还是你监管坑的是迄个，甚至白色私家车，还有奥多麦，就地当然啊有 Uber 的摩托车，啊，这挂代志吼，到底咱要通由平台的整个主管机关来管，哦，可能是经济，可能是抒发，啥拢无要紧，还是咱分门别类，吼，可能是卫福管卫福的啦，金融管金融的，安尼切开吼，其实拢无要紧，但是呢，咱回归来是说，我想要强调的是吼，这拢是内部的代志，咱无需要去帮政府咯，上这你内部要相管，咱就想一件代志就好，有政府会做事。哦，那所以说政府你来担，那今仔日大家投票，政府就是叫你来处理代志嘛。所以今仔日这个代志在严重者，啊，政府你都要提出方法跟做法嘛。吼，啊，该修法就修法，啊，该执法就执法，啊，这个代志其实大家咱所有的国民每工拢伫看。罗老师，我会安尼甲恁请教吼，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2016年，吼，因为伊是相关的公关业者。伊就真济在民间成立一种公司，想讲哦，要来行合法的途径。那么伊是呢，那么透过这个公关公司，要来找立法委员，要来找这个相关的部会，讲，我要来成立这种公司。那么，但是因哦看了真济，讲，敢若去商业署哦，敢若登记，敢若小可无好吼，这个因咧用华语讲的师出无名啦。想讲要较正当的吼，讲拜托你甲我管，拜托你甲我管，结果呢，去弄门呢，政府的部门拢讲啊，歹势，这不关我事啦。吼，这在2016年是真实发生的代志哦。吼，不管是 Uber 啊好，不管是其他的这个网络平台，或者是种 P2P， 真济，我相信江老师已经拄了真济吼。所以我才会来请教罗老师这个问题。那小等再来回头来请罗老师来思考一下吼。江老师，你认为咧？其实就是像主持人头拄仔讲的，就是法律是政府伊咧想代志，一定拢是伫科技社会后面，伊一定爱看代志出现了后，伊才知影讲，即马用虾米办法去处理，应该是倒一个部会、倒一个机关去管，较适合吧哦。头拄仔主持人嘛有讲，像哪这 P2P 网络的平台会遮红，其实伊嘛是有伊的优点嘛。第一，咱会使想看嘛，你今仔要开一间银行，爱准备偌济钱，
上少嘛要100亿，吼。但是你若要起一个网络的平台，你就唔免很侪钱，可能几百万，就会使准备来做一个较规模较小的新创的生意嘛，哦，这是第一个好处。啊，第二个你想要去借钱，去银行，你可能无厝，通做抵押，你借袂着。哦，你要去倒借钱，啊，搁来第三项，你有一点钱，啊，要去倒位投资，想要赚一寡小钱嘛，哦。啊，其实网络平台伊会出现，伊就是把这3种人伊想要做的代志，上好的情况就是啥？靠做我，啊，大家拢会得到伊想要得到的物件嘛。我趁钱，啊，你嘛借着钱，啊，网络平台嘛做着生意，上好的情况下呢，咱即马就会发现这诈骗，就是讲，这无好好啊去管，啊，你好厝伫遮，啊，你歹厝无去甲伊收起来，你无去管着。啊，所以我是想讲，一个法律你嘛要针对这个行业，应该留下伊的优点，但是伊的缺点，啊，你爱找一个机关，啊，设计一个较好的法律去甲伊管理。因为咱嘛无想要讲，因为有这个犯罪的代志，啊，这个物件全部拢收起来，因为伊嘛是有伊的好处啊。哦，咱即马看来做这行业，嘛毋是讲拢无犯罪，拢无诈骗啊，嘛是有即款代志，但是。咱得爱去想讲有虾米法律会使去管理，上无嘛爱较有规矩的。老师，你的意见呢？这种 P2P 应该是虾米单位来管较好？其实即摆大家第一想到的就是金管会嘛，因为这甲银行啊甲投资的业务上最有关系、上有关系嘛。啊，金管会伊对这是上了解的，伊知影爱安怎管，伊嘛知影讲较早有发现虾米诈骗的代志。头拄高老师嘛有讲着讲，其实这人性拢共款。哦，较早发生的代志，即马嘛是会个发生啦。哦，像那较早的骗局有效，即马共款的骗局，伫网络观顶嘛是个有效。所以因为有这经验，因为有这法律，啊，你去改小可改变通者，伫网络观顶的特性应该注意虾米？我是感觉因应该是上了解啦。啊，当然，因应该是甲新的这部会这速发部两个来合作嘛。因为即马咱看到这网络犯罪伊的特性，除了这传统这犯罪内底这特性以外，伊嘛有个有这科技的特性嘛。但是即马我看行政院吼所发出来这个文章也好，新闻也好，啊，佫有 NCC 啦。NCC 嘛，去有科在内啦，吼，可能是因为 NCC 甲网络的这个言论啊有关，所以也去用科技去。咱是唔知影讲伊内部是安怎运作，但是呢，我是个人的意见是讲，你像罗老师共款，我做民众，我都爱管你讲你来什么人管，你就甲我管得好，安尼就对啊。郭老师，一般社会大众吼，无迄个专业。咱无法度吼，就是譬如讲，江老师、罗老师因拢法律的，读法律的，啊，咱唔是读法律的啊，咱干那知影讲，政府你爱有方法帮我做，但是呢，我讲政府兼做一项代志，吼，就是我即马咧学校伫教的即种私人还是公司，要安怎做迄个风险的控制，甲危机的控制，啊，这个物仔呢？政府唔是唔知影啦，吼，因为这个教材吼，阮拢下过嘛，吼，还过去 APEC 去拓销，唔是拓销啦，去教别人啦，吼，即係講吼，民眾防即個詐騙，其實是愛為家己來做起，為家庭來做起，因為大家攏有可能去用詐騙着。阮厝的我有親戚有去用詐騙着，吼，啊，像講即個詐騙吼，因吼上安怎？上无爱讲，你去用诈骗的，啊，到處去講，去甲人分享，伊就要互即個受害者孤單一個人，啊，你用騙的，後一擺伊佫來騙你，所以你若互騙着，就是愛去鬥，去這機關去鬥，講我去用詐騙，去用像詐騙，啊，然後佫一個原則，就是講吼，美國有一個原則就是吼 ，an eye for an eye 啦，吼，就是安那以眼還眼啦，吼，你若甲我騙一擺，我一定甲你抓到。一直甲你罰到，一直甲你關掉，吼，就是你袂使放過吼任何一處的去用，吼，即種的吼詐騙的吼，摕到錢啊來浪講安尼，吼，啊，即馬來講吼，你即馬要得到的答案就是講，倒一個機關來管上好啦。我來講啊，
咱中华民国的法律吼，就是甲这部会拢切啊足清气的。但是呢，咱即马所有的部会拢会目到一点啊。啊，即马呢，政府要处理，干那叫一个政委出来协调，叫一个政委出来协调。到最后呢，所有的部会拢无迄个专门有法度管，有法度管。我讲美国呢，连美国嘛共款，伊咧管即个金融犯罪，伊叫啥？叫 SEC 啦，叫迄管股票的，管股票的来管这个网络金融的诈骗。啊，台湾共款啊，台湾上好处理的吼，我认为吼，就是因为金管会吼无迄个警察权，伊若无伊有调查，伊可能有调查，但是伊无警察权，所以伊爱配合迄个啥，迄个调查局。吼，就敢若 FBI， 美国有 FBI， 吼，伊必须吼，有调查有警察权的人，内底有迄个金融的知识、金融的专业、网络的专业，因安尼才有法度去执行。拄好讲到央行2-3年前就预警啊，伊先啊无法度，伊就无即个权嘛，法律无授权因去做即个警察权、调查权的动作嘛，所以我是认为讲吼，咱即马就是。行政院爱去快速去授权互谁去做吼，譬如讲金管会，还是咱讲数位发展部派吼一群专家入去吼调查局，甲调查局合作落去抓嘛，安尼上紧啊！无你讲倒一个部会要管，我倒一个局会拢无法度管。小平，你走司法出身的吼，走警察啊，你认为这警察敢有能力他做这种代志？我来给他做个补充解哦。行政院当时成立那个国家打诈队迄样阵哦，伊有要求讲，法务部有要求行政院爱拨600个即个所谓助理检察官可以，像来一直讲要办案检要用的。啊，毋过伊讲我要求咱600个拨下去，伊袂记讲警察无拨人啊。啊，好多讲的嘛。我今仔日我金管会也好，央行也好，啊，什么单位，我无调查权嘛，我无移送权嘛，我拢无嘛。即马侦办是警察咧侦办嘛，啊，毋过案件送到地检署，侦查主体是地检署啊。地检署，那是无效，我掠我到手掠人，你遮随交保随放人啊。所以讲，伊是安尼看，你应该成立啥？应该互伊有一个考核机制。听讲你检的啊调的案件办掉时，我来根据你的收押率、羁押率啦，我来评核你当年的绩效。啊，无我警察掠，你才放人无效啦。那也许有可能讲，检调单位对着这个犯罪的这过程认不无清。啊，袂清，你要看伊的这所谓伊的所得嘛。假如讲你即马，早期200亿当啊嘛，啊，即马毋是咱台湾做太轻的，即马早期本薪6个月以上的，5年以下的，只要无死人哦，因为点解等水你行了时有修法嘛，讲只要致人于死来讲伤残。会讲判无期徒刑嘛？啊，即马就卖个拍死啊！后来啊，即马只要我无死人，我若是无出人命，5年以下咧。啊，5年以下，我若是初犯，伊可能袂判5年，有可能判2年、判3年。而且科技来掩护安尼。啊，我3年判完，拢税费。对啊，我3年去关，互你关当半，互你关2年，假释嘛，啊出来，出来时为钱我较往藏好势啊，我钱只要莫甲你交代，我钱藏好势，扣做着我遮，我2年较忍的，乖出来。我出来变阿哥啊！伊做袂当，袂当我就袂惊嘛。所以讲，现在伫外国、肯亚、大陆伊遐犯罪的人，早期掠着的人，伊就希望要转来台湾。但台湾这天堂嘛，交保的交保，无代志的无代志，啊关判袂当嘛。所以讲，伊即马是6个月到5年以下。我问你，你若是今仔日去人判5年，你敢会惊？我袂惊，我袂惊啦。我来讲，我用去人骗100亿，我判5年，我甘愿啊。不是。人性嘛，人性嘛，啊！你就是你爱好，我是认为啦，因为我下早去问过警察嘛，因为讲你检的甲调的吼，你爱甲这所谓诈欺，这所谓羁押率啊，要列为你当年的绩效的评估啦。啊，我这边抓人，你那边放人。哦，这个后手这诈获的所在，爱设立这个关卡。对啊，个你立法要严格一点嘛，因为伊嘛讲主张鞭刑啊，不然是这无可能嘛，台湾的社会你讲鞭刑嘛无可能嘛。啊，就是无可能你立法你较严格的，啊执法较明确嘛。我立法你我安尼改，修啊改尾啊，原来是无死人才判无期，
啊，表示讲你一般的，我都袂惊，我只要卖甲你充实好啊，卖甲你充实，我钱嘛先来骗啊。哦，这嘛是一个观点哈。对啊，你立法要修一修，你把罪弄轻一点，要10年以上。我举个例啦，本刑10年以上，伊会惊嘛，伊就唔敢去犯罪啊嘛。是。就我请教线顶的这个卢老师哈，卢老师，咱即摆知影吼，这种新世代吼，打击诈欺策略行动公领吼1.5版啊吼，讲吼内面有13亿的资金吼的经费，而且吼内政部、NCC、金管会、法务部、数位发展部，拢头拄卢老师也讲着吼，达到吼，伊讲民众吼3减。减少呢接触，减少误信，减少损害。那么公私协力啊，来这个识诈、躲诈、阻诈、停诈。老师，我所知吼，你也有咧监管吼，做这个防诈这个工作。你甲咱讲，恁即摆工作这重点是啥物？而且在甲政府的协作当中吼，咱这到底1.5版。重点是啥物？1.5版吼，其实伊的重点就是咱统合各部会啦。咱会使比较吼，相较于咱的进前的1.0版吼，1.5版搁较侪人入来，搁较侪钱入来吼。然后伊要做什么代志呢？嘛搁较明确。所以基本上这个算是升级版，会使安尼讲啦。哦，但是我嘛讲一个，就是说。这个升级版真正有够吗？刚好我等者综合吼，他拄咱王大哥、高老师讲的，我讲一个故事。去年发生的吼，去年我去西班牙的时阵吼，咱西班牙台湾的外交官甲我讲一个故事是吼，伊定咱台湾的诈骗产业最厉害，伊技术输出吼，伊公司开到西班牙去，伫西班牙吼骗中国人。但是呢，咱西班牙警察抓着了后吼，即摆遇到问题啊，咱要上台湾来，要上中国。结果呢，这一些的诈骗集团都上中国，也因为这样后来吼，西班牙就无咱台湾的诈骗集团了。大家听有无？这个问题，因为迄寡诈骗集团就想要登来台湾的，说我做唔对，我要登来台湾互人受审，但是咱西班牙政府讲唔对啊，咱世界敢若一个中国人尔，所以你这寡诈骗犯拢要遣送回中国啊，大家拢乌有去啊，所以说。自从以后开始，咱西班牙的治安治安不好的哦，咱无台湾的诈骗集团去遐。我要想要讲啥，其实吼，咱的法律的1.5版哦做了后，其实咱爱有2.0版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爱互咱的诈骗集团知影说吼，基本上台湾不是国家啦。哦，你做这条代志，天涯海角互人抓着吼，纵使收回台湾吼，嘛无遐简单处理啦。你安尼话的话，其实你跑遍天涯海角吼，你回来台湾受审，嘛是共款的，嘛是共款的结果。我感觉安尼吼，咱讲贺主力才会有够啦。哦，第二个就是咱讲1.5版吼，当然做甲足水的，但是吼，咱嘛爱看卖吼，因为基本上咱政府讲出来的话，跟人民的感受无共嘛。所以咱搁互政府2个月去看卖，咱2个月呢就有改善者，大家就知说，真正政府做甲足好。但是咱2个月了吼，你的大军拢齐备啊，但是呢2个月甲2个月前比较特别，甚至搁较严重者，安尼要安怎呢？哦，所以其实咱政府吼嘛是爱继续战战兢兢看待这个代志。是，咱所知啊吼，这内面哦1盒2清3减4面加5笔啦。我就想哦，就讲到安尼真焦全啦。官方啊规划讲哦，人力啊、物力啊，但是我实在是好奇呢，这13亿吼，是完全是增加了人力所爱开的钱物力，因为我实在是不了解讲打击诈欺是要去买什么家私，还是什么真早的这个武器，要来打击这个诈欺，这13亿是要安怎开呢？罗老师。基本上吼，咱讲人力就好啦，人力爱加班嘛，爱轮替嘛，爱轮调，所以基本上可能大部分的钱拢伫人力啦。如果说你讲迄个设备物理的话吼，基本上迄是较少啦。他拄主持人有讲到 NCC 吼，其实 NCC 伫内底有一个最重要的任务，就是伊会使物理上的断网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 NCC 其实伊无管迄个通信网络内底的内容啦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有些的诈骗是从境外来的话，他一知影多一条线路的话，其实他可以从境外就阻绝有一些东西网站会使入来。刚刚用这款方法的话，我其实从
更较弯道去处理这个代志，更较有效率。哦，就是咱俗语咧讲的，你讲数控数，互你找无就对啊啦。网络甲你阻断，互你社会性的消息。啊，所以 NCC 的作用嘛伫遮。对，嘿，伊无管内容，嘿。无管内容，啊，所以必须爱有人去看到内容，去甲 NCC 讲安尼。嘿，所以这爱联合作战嘛，是即个咱行政伊串起来那么多部会的原因呐。哦，这我咧继续来请教着江老师吼，江老师，咱就知影讲啊，法律面啦，还是技术面啦，来减少吼通讯流。这减少通讯流就头仔罗老师讲，那个阻断，那个阻断。啊，而且吼，头仔大家也讲着。要加强这诈骗的刑责，哦，这诈骗的刑责哦，大家都想讲，哦，登去中国哦，去到中国一定惨，啊，无登来台湾，即阵是要来做台湾人。是。老师，头拄啊，罗老师讲的迄个例子吼，互我想到讲，其实这诈骗内底有些有4个流啦吼，第一人流人，你爱去掠人，第二个是网络流。哦，这 NCC 头拄啊，罗老师嘛有讲着讲，你会使甲伊断网，哦，伊根本就无法度上网，哦，就无法度做这歹代志。第三个就是资讯流，哦，这内容你会使，嘿，资讯流，你会使去查这内容。譬如讲，即摆头拄啊，主持人一开始的是讲，咱看到这 video， 这头家。伊的演讲，啊，搁来网络观点就出现伊的诈骗的内容。你看到这内容，你会使去申报嘛？啊，伊即马查这内容是有问题，伊即马政府就甲 Meta 去合作，就甲伊下架了啊。这嘛是一种。啊，第4种就是查这钱嘛，金流啊。啊，金流其实嘛是因为咱即马咧汇钱啊转账，拢嘛是伫网络观点。这金流其实嘛是你伫网络内底，你嘛是会使控制啊。所以这几项其实拢是会使你咧打击诈骗的时阵会使用会着啊。啊，无一定讲一定爱掠着迄个人，啊，迄个人若是伫国外，你掠袂着，安尼就无办法。查着，但是你掠袂着啊。系啊，查着掠袂着，但是咱嘛是还佫有即个方法哦。无共款的方式，无共款的方面，会使去甲伊掠着，会使去甲伊阻断啦。我今日用了差点外钟的时间去看到人美国人安怎来监管，监管就是人因的这个 P2P 的这个公司啦，啊内面伊用了5种步骤，第一就欺诈，伊的所谓这个假货啊、集合啦，你啊而且资讯啊透明。资讯透明了后，而且你网络顶头的资讯，咱必须要完全铺伫网络顶头。而且你要来申请着网络，你要注册的时阵，你要做这个网站的时阵，我会这个网络，我会让你查核，讲你这有实名制无？而且你佫讲啊，你有资金偌济，你嘛爱去商业署去登记。而且上重要的是，监管单位。爱固定来公布讲，这间公司已经放了真侪债，大家要注意哦，这袂使。就亲像讲，咱即摆台湾对着即个保险公司，有即个什么 RGB 啊，讲伊啊，少债啦，少伤债。我相信郭老师，你这是相当有经验，你甲咱讲，即个监管的即个过程当中佫有啥物步骤，可是有啥物过程会当互大家资讯会当透明的。对，你我拄啊本来要举手，甲互我补充一下吼。一般来讲就是即个诈骗诈骗嘛是爱研发啦，因这诈骗其实爱做研究爱去想步骤，爱去做啥，这足开时间的所以咧来讲咱要哪防止，就是爱互因感觉足麻烦的，要骗你。骗你1万块，我来做足侪代志，足麻烦的，互伊成本增加，国家互伊成本增加，若成本增加，甲你骗到的钱则少，伊就袂去做，这是为经济的一个想法来去互伊处理。所以啥物叫做互伊成本增加？譬如讲，你若汇款，一定爱啥物？第三方公证，伊才会使汇款，是伊譬如讲伊。这个 P2P 的平台，要注册的时阵袂使干那你一个
吼，一个单位做册，啊，3个单位拢来公证。我看这 IMB 的一种 KY 呢。对，伊咧去境外嘛，境外吼，所以你也爱哦足麻烦的，吼，因为若是合法的咧做生意的人，伊唔惊麻烦，因为伊做永久的嘛，所以伊唔惊麻烦。啊，若是这诈骗哦，伊就要打代跑的人是上惊麻烦呐，吼，所以这是一项。另外吼，叫他公开案例。因为咱即摆有这，若是讲吼，有这专家有这检调吼，伊遐怎我讲江教授嘛爱入去做专家，吼，因为安怎，伊即摆查到吼，查到袂使讲新闻报，竟咱讲检调单甲伊的吼，伊个步数啦吼，过程啦吼，金流啦，全部甲曝光，因为曝光一摆以后，伊就无法度用第二摆嘛，啊，伊就搁爱去研发，研发迄足开时间呢。吼所以伊这落个变做互伊更较麻烦，逐摆来我就快速甲你拆解，甲你曝光，曝光后伊就无法度搁用第二摆，又搁去找另外，另外捕捉出来，我搁甲你曝光，所以加上咱拄啊讲甲迄个刑法要严，这拄啊3招拢是会使用的，另外我拄啊要补充一点P2P 唔是歹代志，因为咱这样讲雅努斯是一个迄个诺贝尔和平奖善良的银行啊，对，善假人的银行。当初你设定你做这个网络银行 P2P 的网络银行，就是要这善假人叫普惠金融嘛，善假人嘛有法度去借着我要善假人，我嘛是爱开一个杂货店，还是开一个面摊啊，我会使搁重新爬起来。这是对这世界足重要一个贡献，但是呢，我讲就是人性嘛，会甲这好的工具来甲做歹，好的工具来甲做歹代志，这甲工具本身无抵代，因为工具是好的工具，是想去用出来是好的，若歹人落去用出来是歹的，所以你来讲爱提供这个歹人用这个工具去做歹代志的时候，伊是足麻烦的，安尼才有法度去遏制他，这就爱为法律去规范伊安怎做，因才会足麻烦的，才知难而退。敢若伫这个贼头共款，会足麻烦的小兵。对啊，伊数较歹透的嘛，系讲因为即摆借钱的方式除了银行以外，其实民间就借钱足多啦。咱知影有3个公司，你应该拢听过，要食免讲的。叉租车迄之类的，你看伊表面上你租车，你这租赁车子的，其实就安尼谈，其实伊实际上伊是做放款的。对哦，不过伊唔是干那安尼甲你钱互你尔，伊嘛爱希望你提供这个担保品。不过你免特别惊讲电视，我甲你借10万，你无物件通底啊，电视底啊，电视无计数嘛，我甲这物件算伫利息内底。利息就甲你举得悬的，10几%。你今日甲银行要借无？你阁唔敢甲其他借，你甲我借嘛？我第我公司大间阁有名，甲我借，我甲你讲我借你，利息较悬啊，你袂暗。当一个人你要紧的时阵你看到这就看到一道曙光啊啦，就该借嘛。我嘛是爱缀啊。名是租车，其实是咧放。对啦，恁你用听过啦，最有名的啦，叉租车，叉租车啦，叉什么的啦。容易做这个啦，借我赚的嘛。因为我知影讲恁真侪人要银行借无嘛，你来甲我借嘛。3十5十，你只要有物件，只要你有物件底下就好啊，没啥物件，只要摕出来。所以这有诶，唔那是科技的问题，是这个无人管的问题变社会问题。而且你歹管嘛，我问你，即摆你甲银行伊家己要保障家己嘛，所以讲你一般你无条件，你甲我借钱，我惊你走去啊，走去自然这行业伊就家己吐出来嘛。除了这以外，我一个开计程车的共款啊，去做日落会啊。迄日落会过去真日落会嘛是同意思啊。我日落会我几个咧啊，我一工我借3万，3万利息先扣8000，一工已经扣掉你是摕2万2，2万2你是咪害啊？害到第15害你就计工开始害，一工害2000块嘛，3工害了3万害了嘛，这叫日落会嘛。另外一种叫洗会，你会当洗。洗澡的洗啊，你怎么洗的？我先借3万嘛，同款嘛，扣掉8000利息嘛，摕2万2，2万2你是咪要洗啊？你讲你怎第一条你是咪你还1半，还没出来啊？
后壁出15000哦，比如讲啦，15000你讲无钱啊，你搁借第二届，搁塌起来，借第二届社会嘛，共款3万扣掉8000，摕2万2，2万2你也先甲15000先害掉，你想剩摕7000块尔。好，你15000害了啊，剩7000块，你刚开始你搁甲3万，一工1000块害了，伊害袂了啊啦，到尾2个路嘛，第一走路，第二自杀，就是安尼尔。所以讲，定定看新闻嘛，司机烧炭的啊、跳海的啦、啉农药的嘛自杀，因为伊这钱因为害袂了嘛，伊的钱很小额，啊，不过伊要甲银行借无，伊要甲我讲的公司借嘛借无，2来回就出来啊，就是安尼，迄个循环嘛。啊，你个循环这地下经济，政府免哪管，政府袂管的啊。所以讲是安那，金管会伊会讲，政府唔管。伊民间借地，伊袂管的嘛，伊无得管嘛，因为这甲银行无关系嘛。啊，民间借地这关系，你较早人一般标会啊，厝边后尾大家看有啊，遐王妈妈、李太太，加5千、3千，大家标，大家知影是互互助会嘛。到尾啊，人应用这物件去甲伊洗过来，就开始甲你骗啦。啊，其实你家就是还 OK， 问题是这利息太悬啦，惊死人嘛。啊，无到到尾叫你拆袂掉啊，拆袂掉就变伊的啊。啊，无就是讲好，车你后啊，你还替我打工啊，就是安尼来。这个自古以早就开始有哦，所以咱他讲到这后网络科技后利用人性，但是这上重要还是你家己要有这个心头要了解嘛。你个消摊呐，一般人消摊呐，他啊嘛有的是真正不多，行到这个坎站嘛无法度啊。对啊，伊有的是真正有钱，伊想要投资，伊想要去做一个趁钱的方式，这物件提供互伊，无论是这物件去了。但是这种物件咱袂当望金管会来管嘛。袂使啊，会用摕入一个规定来约束啦。啊，你讲叫伊要来管？因为过去吼，日咱会这种例是讲，我伫民间的借地，敢若标会啊。对啊对啊。但是你若是透过网络某种程度是公开领域哦。算做是公开领域哦。啊，你公开领域应该会当接受就某种程度监管吧。对，所以你要看金管会即摆是安怎来调啊，伊安怎摕，伊安怎去立法，要安怎对这物件来做管制啊？啊，无伊嘛使无法来啊。好，上后尾是把我请教着罗老师哈，罗老师，上后尾一个问题哈，咱就知影讲，即马吼啊，包括着修法，吼，讲到证券投资信托以及顾问法内面吼，你若是透过网络来投资的广告，爱实名制，哦，袂当冒用，包括着政治、财经、金融、影视，啊，甲著名人士，或者是公司的名义进行着吼，对着有价证券来进行着推荐。但是像他早焦斌所讲的这种代志，那伊若是透过网络来做，那么这金管会还是其他的机构，敢会当来监管呢？其实咱即届去修这个投资法吼，都是咱政府的手要落去啊嘛吼。啊，搁讲一个以前的故事啦，以前咱伫电视机讲股票的即个老师嘛，拢无牌嘛。高优下啦。嘿啊，后来大家拢感觉这伤寒嘛，所以说咱就修法讲吼，你今仔日去电视电管讲这个话啊，你要有牌嘛。啊，即马因为较少人，你电视的收视率慢慢降低了，变成网络啊嘛，所以咱其实把以前的想法放到网络尔嘛。所以说，咱即马规定说，第一个，你网络要处理这时阵你要有牌，吼，爱实名制。第二个呢，如果说有人受害，为你的平台爱负连带责任，这种好代志吼。但是呢，我头拄也甲各位报告，就是咱的1.5吼袂歹，但是一定爱行到2.0是，咱有足侪代志爱做。咱我讲一个，咱即马要发网络平台，咱可能花几十万、30万、40万、50万，我请教大家，敢有效？因为对因来讲吼，30万、40万、50万，互你走啊。因为这江老师嘛最清楚的吼，欧洲是安怎做的？欧洲迄个罚款的金额吼，讲出来大家惊死啊！迄种天价嘛，啊，对付即款跨国的平台，你要有迄个天价，伊才会惊嘛。你去台湾花30万、40万，对我一般小老百姓、小人民来讲，迄是大钱嘛。我目前来讲，迄大钱嘛。但是咱讲 Meta 呢，对 Meta 来讲的话，你互伊50万，其实伊是你大概是甲你侮辱呢。啊，50万，这是侮辱人呢。伊是甲人侮辱，所以基本上吼，咱袂使再用过去咱迄落会花30万、40万迄款的旧的手法吼来处理即款新的问题。
啊，讲一句话，伊唔惊啦。啊，咱个更较有效的方法吼，互因会使配合咱台湾。好，来，这个上尾要请教就江老师吼，要安怎互伊会惊这平台啊？其实头拄啊，高老师嘛有提到讲，哦，这抬头的生意有人要做，啊，若是了钱的生意就无人要做，所以咱爱提高这诈骗的成本嘛，哦，啊，头拄啊罗老师的意思嘛是讲，你若要花这公司的成本，啊，花甲有感觉会疼啦，哦，啊，伊会感觉会疼，30万、40万、50万，伊袂疼啊，哦，伊无感觉啊。啊，像讲外国、欧洲，因的法律是话讲一年的营业额，可能讲5%、6%，哦，啊，可能一年的几百亿啊，啊，几百亿，啊，大家算看嘛，5%、5%，伊会疼。